镜头来屏东慢慢乡公所这几年积极咧整合地区的观光资源，有规划甲人文主导、水岸景观、食食拢结合做伙，推出一系列的旅游行程，希望社民众去屏东慢慢体验多元丰富的历史和文化。 行伫万峦吊桥顶头，除了两边的水岸风景，涂骹阁有3D 的立体画作，会当豆豆散步到4959参观客家伙房聚落。万峦乡公所这几年拍拼培训社区导览员，串联在地小旅行，伫疫情了后推出深度旅程。现在疫情已经解封了，大家都心情非常跃跃欲试。在我们国外的旅线也好，我们国内的旅游也好，我们万峦绝对 不会缺席。结合这大含在地人文历史等等，规划出3条路线，包括万峦结合宗教的万金路线、客庄甲文创融合的伙房再生路线，甲沿客水岸风景路线，有食有耍有风景通欣赏，阁会当买到在地特产做伴手。 我们万峦乡在这几年的努力之下，我们的人文地产景 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品味，而且来这边慢慢的来深度的旅游。因为万峦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万峦猪脚街，在我们的经营之下更友善、更方便、更便利。 公所强调，即马当咧整合社区资源，陆续规划新的游程。除了要让游客更较利便的旅游体验，嘛希望大家会当熟悉万峦多元丰富的历史甲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